各位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7月12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新北市永和昨发生重大的公安意外，有一台咧去新厝的工程，怀疑是因为施工无细致，造成路面凹一大坑，连带嘛去影响到4颗螺仔的徛家。别暗那比起搁起一平，目前已经赶紧撤离116户，而且下令都要随停工。原本平平大路落一大坑，永和文化路一个建筑工地11/5的时阵，好亲像因为冻土连续壁破坑漏水，造成边仔道路落不入去，地势加速自来水管线外漏，边仔面体也明显出一边出现裂缝。联系壁的瑕疵处，因为瑕疵处现在目前已经沙包把它堆起来，尽量避免土沙再继续流进去。那所以初步研判是联系壁的接缝处是有渗漏水，没有错。那这个我们还是要赶快先把它灌浆起来以后，再把那个联系壁的那个漏水处开挖，我们才知道实际的一个缺漏水的一个点有多大。看愈来愈大坑，消防单位封锁现场，各馆长甲管线停工作业。新北市府成立紧急防灾中心，撤离116户居民，总共196人，分别安置伫2个旅馆，各马上命令建商停工。到底是施工所造成的，还是因为它的内外差所造成的？目前住户就是这6栋的住户，我们会已经撤离了到2个饭店去。我们目前抢救的就是自来水跟瓦斯的部分。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已经对建商造成公共危险罚款9万，经过初步结果技术检验，目前80户徛家拢无放气的问题，衰气会用2-3天的时间修好管线，确认安全无问题。各户住户转去，也要求建商负起赔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中央健保署的资料，去年国内前10名用上介济健保费的病，今年的医药费拢超过100亿。其中慢性的腰子病有39万人去看医生，开533亿，是破纪录排第1名。阁有头一遍排入第10名肺癌，一年卖用8通亿。洗腰子的时间一到，病人都要去病院报到，一礼拜3摆，一摆3到4点钟。台湾洗腰子人口全球第1，而且一直增加。2019年洗腰子患者都有92000多人，是创下新的纪录。慢性腰子病健保费用一年533亿，加速健保上收钱的病。我们如何来减轻那个未来肾脏病在健保支出不要让它第1名？我想最主要是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如果民众说有一些肾功能不好，就是要定期来给医生看。医疗支出每年增加，中央健保署使用分段大数据，互民众知影健保的钱开伫倒位。根据健保署统计，2019年国内10大烧钱疾病，全年医药费拢超过100亿，其中慢性腰子病去年有39万人看医生，开533亿是冠军，也有糖尿病也开309亿，突然喙齿环发炎也有180亿，也有第一摆进入前10名的肺癌，一年医疗费用都要开110亿。按过整体来讲，慢性病也是上开钱的。健保署最近要提出预防策略，希望应赶紧减轻健保财务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来看早餐速报。头先是《苹果日报》。今仔日过66岁生日的民进党前立委蔡启峰，因为长期食薰，肺部严重塌条咧，昨伫台大病院接受换气的手术，大约12点钟顺利完成。因为换气的手术复杂，阁真困难，手术了后就要阁观察1个月。目前台湾当年平均有8例换气患者，手术5年了后活落来只有30%，是比换腰子加真多。说落来是自由时报，国健署公布2018年人工受孕的统计资料，这批人工受孕的红婴仔头一遍是破万人，算算的伫2018年出世的红婴仔，18个内底就有1个是人工受孕的。上尾是中国时报，第22届台北电影奖颁奖，返后600万的首奖，甲最佳剧情长片顶6个奖项，是得奖上届济电影。影帝甲有戏的部分是由亲爱的房客莫子仪得影帝，返后的王晶得影后。教育部开放18个国家甲地区，即寡原本就伫咧台湾读册学生会当入境台湾。到昨下晡5点，已经有要300人入境。其中伫咧6月26日入来3个香港学生，检疫期14天已经满
随环头天面走出去拍球。10月透早，完整0点完成14天检疫。东吴大学香港侨生王东宇随包车登入台北租厝的所在，困无2点钟，就着球去甲早餐店的店员拍招呼，过去拍篮球。就大家都觉得很久没见啊，因为大概快有差不多半年了吧，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大概1个礼拜都会见1次左右。我是觉得很开心，附近很多店的店员我都认识，因为毕竟我住在这边也有大概2、3年了。之前香港场馆因为疫情关起来，来台阁是14天检疫，王东宇球一拍就是3点钟，就算是双手过被拍甲红旗旗，也是欢喜甘愿。因为新检并册社群香港侨生反台关注小组的小编之一，王东宇讲，这几天港生梦上济，就是申请留停甲防疫旅馆，而且小组阁整合，有一寡学校请学生家己找防疫旅馆，产生真侪困扰。人在香港的时候，或是澳门，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找到防疫旅馆的。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不同的学校啊，或是其他的企业，或是他们有给他们的员工，或是其他的学生，基本上我们同学用个人的名义去订的话，其实是很难去订到这样子。因为香港疫情阁压起来，都惊有变数。小组目前拢建议港学生会当量早回台就回台，非得完成14天的检疫，让台湾政府安心，家己也放心，无破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偏强，各地天气也是亲像小山炎火，高温普遍伫咧34度到36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过昼了后，各地山区甲大台北各有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公雨，各地山区可能会落较大阵。今仔日大台北、台东、花莲，阁有西半部外山区甲河谷个所在，有机会会出现36度。气象局已经针对12个县市发布高温的黄色甲橄榄色个警号。中昼的时，主外线偏强，天气观众朋友若是要出门，就要注意压日加补充水分。热翕翕的天气已经小连续几6天，因为太平洋的高压甲西南风降落来关系，昨台东的关山上高温来到37度9。台湾是因为全台湾拢伤介热，钓沙的人数以甲在上海人数已经达到190人次，是4年来上侪。日头挂天顶，万里无云。新北市中角湾沙坡有人扛着苍蝇帮对影，也有一家人出去耍水清凉，也毋过泡伫水内，日头赤压压，游玩真拍。民众讲也是真热，太热了，所以想说来避个暑，玩一下水。擦2次吧，对。就怕他们晒伤。对。天气小复活，热伤害就诊人数也升悬。根据卫福部统计，到7月初10全台热伤害人数达到19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6倍，更加是4年来升悬。通报人数前3名是台中市、彰化县甲高雄市。今年很热很热，现在还没有，现在才初夏而已，就这么热，很吓人。今年7月明显比往年热，也毋过拢已经伫咧到月中，却一直无风台形成。有专家预估7月无风台形成的几率真悬。目前看起来，整个大的环境应该有机会会持续到整个7月底，乃至到8月初了。气候平均值，台风会生成3.6个，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台风的数字是比较低于平均数。专家指出，过去记录上7月份至少拢有一个风台形成，历史上上晚形成的风台是伫1975年7月27形成的马美风台。今年有机会破纪录，也毋过中央气象局长戴明典认为，大气变化快速，也袂当伤早下定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热甲要昏去，日本煞是大水雨拼袂离，九州是已经阴甲密密毛毛。大雨警报发布到今已经超过1礼拜，造成66个人死亡，16个人失踪。若是九州，日本的其他所在，昨的雨嘛开始落袂停，政府就警告民众，就要提防水崩山。位在九州新本县北大市的金毛山河水是呈现垃圾的咖啡色，水一直涨起来，淹过周围的布花。日本国土交通省甲当地气象台11早时9点35分发布淹大水危险警报，呼吁周围民众保持警觉。位在日本中部的岐阜县下路市，河水也上宽刷楼，当局呼吁民众要小心土石流灾害，并且随时注意避难的消息。受到方面甲低气压影响，日本对西部到东北地区天气拢
常无稳定。新本县的上天草市，也阁有基湖县的高山市，拢落1点钟24米的雨量。气象厅对新本、组合、大分、强基、德岛、基湖甲秋田这7个所在发布土山灾害警戒。日本连日大雨，和九州这所在受灾严重。对头一摆发布大雨警报到11已经过1礼拜，已经造成66个人死亡，16人失踪。其中新本县灾情上严重，有60个人死亡，9个人失踪。11个在展开搜寻行动，不过受到大雨影响，晚了2点钟才开始。位伫旧木村地区的老人安养中心千寿园，因为附近的河川冻起来，造成内底14个老人不幸死亡。86岁生患者想到测试大雨迄天，互职员叫醒走到厝顶去避。这个老人要互搜救小组救出来，不过因为徛过设施也拢浸伫水内底，无法倒去厝的。除了死亡甲失踪人口以外，新本县林吉市即阵要27人是失去联络，也阁毋知人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香港，香港民主派为着9月立法会选举，伫即2天举行初选。不过，发表出香港警察昨日敲诈负责投票系统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历史昨的投票是延到中昼才开始。参选的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就发声讲，即摆的初选是为着要互国际了解，香港人并无认输。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票站投票。香港民主派11、12舉行立法會初選，前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行上街路呼籲香港民眾攏熱烈出來投票，也為家己繳票。伊講無人會有佇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是毋是法度順利舉行？即擺初選無的確是最後一擺香港人的自由選舉，愛互國際社會知影香港人無投降。It's time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put Hong Kong election under the global spotlight. If Beijing cancel the election, they need to pay the price. If they choose not to cancel the election, our vote will show we are the majority. 正是港版国安法通过了后，头一摆选举，不过投票开始前风波不断。香港政治家内底事务局局长不表示，民主派初选可能违法。香港警察更加在初十暗时摕到搜查令，到负责初选投票系统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讲有民众报案，怀疑个资外泄，提走一寡电脑甲文件。虽然民意研究所讲初选系统电脑是独立的，无受影响，不过因为安全考虑，原定早时9点到暗时9点投票，因此延后到中昼12點才開始，港府這動作也被質疑是啲威嚇選民賣投票。當個結果公佈咗之後，所有透過投票系統所收集嘅資料咧，係會立即銷毀。咁希望咧大家放心，即係唔會咧係呢啲嘅資料咧，無論點樣係唔會咧係去即係攞出去嘅。To try to organize a primary election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they will lose in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民主派在去年11月區議會摕到壓倒性勝利，即陣可能有機會在立法會70個席次摕下多數席次，所以提出35加公民投票計劃，希望取得立法會控制權。記者綜合報道。為着表揚高雄市長的補選，將民眾黨甲民進黨的參選人是攏去橋仔頭甲民眾博感情。5月針對橋仔頭的科學園區大力批評行政院甲陳其邁。但是陳其邁這邊是反倒轉呼籲5月前都要去了解代誌的真相，才袂產生誤會。由立委蔡壁如陪同民眾黨參選人5月前繼續騎自輪車走遍高雄每一個所在，第13來個橋頭，甲民進黨陳其邁早起攏安排橋頭行程。5月前批評行政院力推橋頭科學園區，無甲原本的有機農民協商，也調故意相比寬偏感度。拢個用迄個模糊性的智慧型工業區啦，或什麼產業園區啦，其實安尼環保的條例有一個特殊性工業區，你若這特殊的行業超過細紋線，你的環保綠帶是完全無同的。橋頭它沒有，它就閃過這個。這個是國家重要的經濟建設啊。那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怎麼樣照顧我們這些這個農民朋友啊。那也會，我相信也會有完整的配合，方面都在進行啊，沒有所謂的閃避不閃避的問題。
陈其迈表示，全凭按照法规进行，对照顾农民也会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好有对手加了解就袂误会。陈其迈参加美术治疗开训典礼，也公告韩国路的赛马场规划，偏空的想法真歹实现。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李明珍感是有意延续。可以促进观光的话，我们都是会大力的推展。那未来我们现在要主要的主轴，当然是未来在后疫情时代会有报复性的观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报复性的观光把它准备好了，然后报复性的观光高雄刚好可以承接下来。李明珍无将话讲死，表示会当促进观光，就会大力推展。也毋过对比其他两电影行程满满，李明珍拜六只安排一个行程，伊讲是因为起步较慢，需要去拜托真侪团体请益帮忙，伊动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彰化地检署查到食品加工大厂非法伫咧农地顶悬倒10万吨的垃圾土，相关业者是去互法办。彰化县政府嘛督促业者要赶紧恢复农地原貌。县政府嘛呼吁农民莫凊彩甲土地赊人，若是有无合法的情形，地主嘛是有连带责任。工人操作机械甲烂土放伫清运车的后车道，这拢是废弃无处理业者违法乱倒的。去年12月，这食品加工废弃的烂土被倒伫彰化丰湾甲鼻头的农地，检警除了甲相关业者依上法办，也要求甲农地恢复原貌。彰化县府要求在今年年底前必须完成清理作业。我们还是会要求这个相关的业者先行来清除哦。那后续如果不行的话，就由地主来清除。所以还是要再次的呼吁，我们的农地不要随便租给人家。县长王惠美讲，食品加工厂所乱倒的烂土将近11000吨，即阵规个清理的进度已经有7成，也让农地慢慢恢复原貌。而彰化警方认为，涉案的厂商不应只是清除这烂土，应该爱对源头就习惯来处理。不是只有清除这些污泥而已，他们应该勇于承担，设立呢处理的，自己要成立处理的一个机构，甚至于几个大厂是不是做一个联合的设置联合的处理厂，来解决我们这个末端的污染。彰化县府也呼吁农民莫凊彩租土地予人，若是农地防污染，可能被强制停止耕作。地主有责任，各乡镇安排志工进行农地的清查盘点。只要发现不法，马上通报，县府甲检警就马上来进行相关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旅行社甲市场转向国民旅游，对文化这个方面着去发挥，规划红包场，希望会当带国人体验较早的光景。不过业者嘛是坦白讲，边界若是无法度开放，台湾的旅行社无定伫半年内会有真侪员工去放弃头路。1970年到1980年代，那时候是台湾景气最好的时候。听众要怎么样呢？他今天是在这一间包了红包之后，赶快跑楼梯跑下来之后，到另外一家再去包红包。西门町旧大楼红包场挂手的宣传相片有淡薄黄。对于多数民众来讲，通常只是经过真少探一个究竟。也毋过有旅行社找来捌伫红包场超过30年的导游合作，带民众体验红包场的老牌施工。因为我们是做外国人进入台湾的旅行社，所以其实是3月之后，我们就是完全没有生意了。那就是大概在4、5月的时候，我们决定就是希望来做一些比较特色的。其实太多旅行社它都是针对带客人去什么样子的地方旅行，可能就是太鲁阁啊、日月潭啊。那我们希望就是多表达跟人有关的。关县努力接待国外观光客来台旅行社受到疫情的冲击，虽然近期各路市场出现希望，也毋过业者选择试着文化导览类型的主题行程，吸引民众报名上门。也毋过业者变通转型的同时，不免也是烦恼，全台旅行社伫未来半年将出现裁员等人数调整。就是做入境或者做出境的旅行社是很难支撑下去的。我觉得半年内应该就会看到很大的，就是很多旅行社会有很大的调整。红包场也同款伫疫情期间生意落一半以上，最近解禁才渐啊恢复正常。少张掉少将近50%。现在有回来一些吗？目前有回流，从大概上个月开始慢慢有回流了。红包场捌伫1970、80年代真时行，西门町当时会当达到20外间业者经营。也毋过随着老营民渐啊凋零，红包场也只剩70、80会顶，年长者会前往娱乐消遣。
头家讲，西门町即马只剩3间也在做，就算是疫情无来，5光10色的红包场歌厅上，犹原慢慢走向时代目屎。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内国家3级古迹中和宫开3年时间重备文物馆，二层已经落成啊。文物馆等是对清朝时代留落来石碑、妈祖信仰的文化，佮有北馆种种正百项的文物，全部拢总有，就是望在地传统甲人文历史会当代代生传。在北馆的音乐声中，开3年时间规划文物馆正式启用。馆内展示出几啊款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其中上有特色的，就是简正这几项北馆上人注意的家私，唔但雕刻功夫真有，佮刻出真侪历史的人物。过去居民组成了一个北馆的业余团体，叫新乐轩。那我们有一个展厅，就展出了他们非常精致的骨架。彩排以及各种绣品，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一个戏台，能够让参观者借由这个展厅了解一下北馆以及与北馆有关的各种活动。谚语的哈叫做竹雕难陆画跟难砍，所以新竹就是它最重要就是它的雕刻。所以透过我几年前的调查，它这里的木作的雕刻应该是全台湾最美的。中和宫主委指出，这届会使互这批珍贵文物会使在保存良好之下，搁一届甲大家见面，过程中实在是真无简单。文物馆是非常重要，就是除了妈祖100年的这文物以外，也有这个新乐宴，这4点金吼，这个木雕非常的这个真水啊，真优安的吼。除了北馆文物以外，馆内底都展示出当初妈祖来台湾所坐的銮轿以及开基龙营、清朝时阵所留落来石碑等等历史的文物，要民众会使为内底更加了解庙史的历史。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世界真心色，做伙来了解世界新科技。欧美的太空总署合作翕到天文学界第一遍近距离的太阳甲日本的影像。不过，因为翕相的探测器离地球1外公里远，加上有其他行车咧阻挡，佫需要一寡时间来分析资料。太阳向外射出去带电的粒子叫做太阳风。当太阳风向外扩散冲击到地球的时阵，除了地球轨道的位置、地表的通信会受影响 ，GPS 导航也可能故障。所以观察并且分析太阳风是太空工业大国的重要工作。One of the key questions the scientists have is how the heliosphere is actually generated and how it's accelerated. So what is really driving the solar winds? And the second key question of the mission is understanding what makes the sun change or vary over this 11-year cycle that we all know. So understanding the magnetic properties of the sun and how these change over this 11-year cycle is one of the key scientific objectives of Solar Orbiter. 澳洲空中放射集团制作的太阳轨道探测器，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发的帕克号，拢是伫咧观察太阳风，不过主题小可无同。帕克号主要是伫咧测量数据，澳洲的太阳轨道探测器除了测量，更加重要是翕相。We're going to places where no other solar telescopes have been before. We're going to be very close to the sun to take very high resolution images of the sun, unprecedented spatial resolution. You need to get above the ecliptic to actually image the sun on the poles and to see the magnetic field,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to measure the solar wind coming out of the polar regions. 不过，要自探测器下载伊的影像资料无遮容易，有定要到7月中才能公布太阳轨道探测器第一遍翕到的太阳甲日本的影像。伊查研究团队讲，未来若是探测器飞到离地球更加远的太阳轨道，下载所需要时间可能要几落个月，信号连接也会变歹。到时可能先将资料放伫咧探测器的记忆体内面，等伊个飞到离地球较远的所在，才开始下载程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的天气也是亲像小山炎火，高温普遍伫34度到36度，有12个县市到高温的警示。紫外线悬，大家要注意热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东部地区是26度到36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27度到34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啊。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章有啥物无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章。做头章汉字写作做头章，罗马字写作之耳者，特鳌头之肮脏，做。第3条，头第5条，章第1条。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像阮爸爸3不5时就会去设度做头章，甲我同款。查甫去剃头，看是要剃平头、女乌头。女乌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也是要加3分仔头、5分仔头，外国介时行的海角仔头，拢会使，只要家己介意就好。若是有流济味，就要定定收，较袂插着目睭。有的人破平、破中央，也是破边啊，破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啊，头毛。若伤高就爱拍补，会较清爽。查某囡仔头毛要洗度，通常会先剪、修、洗头。若是要电头章，就用管啊、药啊落去电，看是要电大管的，还是细管的；要电好球，还是要电好直，拢有法度。啊，若要染头章，看是要染什么色，要染一撮。一片，还是捏规粒的，会使做足侪变化。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去剃头，会使甲伊学了讲，1日剃头，3日烟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剃头了后，人看到较清爽、有精神、较烟头款。佫有一句俗语讲，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要做就要甲做较好，有头有尾，安尼较好势。溜做头章，洗度剃平头，坐眉拍补。1日剃头，3日烟头。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有时若心情真歹，我就会去互人洗头，洗度一下，换头章型，有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公司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